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岛南的旧社社区发展协会，有善心的乡亲免费来提供着所在，互社区来使用。甲以前比起来是加进快、进大间。今仔日社区的志工专工来布置因的新厝，为解封来做准备。 志工一透早就无用咧搬物件，准备要来布置因的新服务站。岛南镇旧社社区因为有善心人士免钱提供厝内场所予社区，因伫6月19正式将服务站刷到新的地址。最近嘛开始咧做上尾的整备。换厝子有较欢喜无？有哦，这加较欢喜的。安怎讲？安怎讲？这边加较大。旧社社区除了提供老人共餐服务，嘛有真侪课程，予是大人活动筋骨。 不过因为旧地址伫兴国宫内面所在较矮，所以社区才会想要换场所。长青食堂从星期1到星期5，我们也要供餐，所以很多的因素之下，因为我们都会抵触到。那刚好因缘际会，这个因缘际会，然后让我们那个沈家三兄弟他愿意无偿的提供我们他那边的土地。 这摆地主提供的场所真快，除了基本的活动空间，还有灶骹，社区嘛要规划来种菜色。上重要的是，规个地方嘛拢因为服务站，大家感情搁较好，时段嘛拢会使伫旧社这个所在享受人生。